我想跟这些小朋友玩一会儿。一会儿吧，那去吧。玩一会儿就上来啊。行。注意安全。哟，小心小心！姐姐帮你们玩好不好？来，姐姐帮你们玩。坐上去，来坐上去。好玩吧？来啊！少宇帅哥，我早就发现你在盯着我看了。怎么样，还是我厉害吧？是，依恋最厉害了，每次我都赢不了你。少宇帅哥，你什么时候走的？你怎么走了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我都快想死你了。我上次有急事要去处理，没来得及跟你们说，对不起啊。我也好想你们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还要听你给我讲小王子的故事呢。还要再过一段时间，等我回来就给你讲故事。你知道吗？天乐还有依然都在家里等你呢。我们去找他们吧。走。现在还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急着赶回到上回给你讲的小王子的那个星球上去，有事情要办，来不及见他们。是吗？少宇帅哥骗人。其实那都是书上说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小王子的星球。当然有小王子的星球了，这星球上有特别好吃的东西，还有好玩的，住的也特别舒服。等我下回回来就带你去玩，好不好？真的？真的。不许骗人。不骗人。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，只骗就是小狗。盖章。盖章不做小狗啊！我不在的日子啊，你要乖乖听话啊。我会听话的。还有，我今天来看你，不许告诉别人。为什么不能跟他说？我想给他们个惊喜。我想下回我回来的时候，带着你们3个，天乐、依然、你，再回到小王子的星球上去玩。你如果告诉他们的话，不就没惊喜了吗？那好吧。你放心，我不告诉他们。真好。那少宇帅哥，如果你到了小王子的星球，我想你了怎么办啊？我能不能给你通电话？行，那我告诉你个号码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记住啊？记住了。就你聪明，但记住了不许告诉别人。告诉别人的话，我不再回来喽。那我不告诉别人。好了，快回去吧，一会儿依然该看到咱们在一起了。那少宇帅哥，你到了小王子的星球，一定要把我接过去哦。那你要记得想我，要给我通电话。好，想你，给你通电话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少宇帅哥再见。再见。依恋，让我抱抱你，来。好了，回去了。妈咪，乖乖的。
最近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呢？挺好的。家里我都安排好了，你不用操心，就忙你的工作。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我怕我忙，想不起来。你要喝汤吗？给你盛。我给你们跳支舞吧。老师刚教我的。叔叔，我已经帮你把1000万还给林天乐了。真的？他已经收下支票，是我亲手给他的。哎呀，这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莫哲。你说这让叔叔怎么感谢你才好啊？叔叔，我跟妮妮是一起长大的，帮这些忙应该的。哎呀，不，叔叔啊，还是要好好的谢谢你才行啊！你放心，你们家的债，请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能还上。哎呀，莫哲，你是帮了叔叔一个大忙啊！莫哲，以后你有什么事求叔叔，尽管开口，别客气啊。叔叔，我还真有件事儿需要您帮我。哎，说。我想娶来你。我其实喜欢妮妮已经很久了，我觉得我跟她挺合适的，而且我也能好好照顾她。那你把这个事儿跟兰妮说了吗？说了。她怎么说啊？她好像还没有忘了林天乐，她没答应我。所以我才找您，希望您帮我说服妮妮。无论如何，我希望她能嫁给我。莫哲啊，可这结婚的事情，恐怕叔叔做不了主啊。这事儿啊，不是叔叔帮不了你，这事儿我的确是为难呐。你看哈，这妮妮和天乐刚刚分手，而且还是因为我的原因。叔叔，那个林天乐那样误会妮妮，让妮妮那么伤心，跟他分手是应该的。其实啊，这件事儿啊，不能怪林天乐。他是什么人，我心里很清楚。他对妮妮
也是一片真心的。这场误会要怪就那个林天乐根本就配不上妮妮，只有我才能让妮妮幸福。我真的不明白，那个林天乐到底哪儿好，你要这样维护他？孩子，你们年轻人应该比我更明白，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啊。我问你，你和妮妮之间有爱吗？当然有了，叔叔，这么多年了，妮妮只要有困难，我第一个站出来帮她。她这次需要1000万，我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就给她，这不叫爱情吗？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不就是希望妮妮跟我在一起吗？叔叔，我喜欢妮妮，我爱她。只要妮妮愿意嫁给我，你们的债我来还。孩子，这个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怎么跟你说呢？哎呀，如果您不答应的话，那你就立即把1000万还给我。莫哲，你看，叔叔我现在的确是没钱。这样吧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尽快的把钱还给你，好吗？叔叔，我把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是不答应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让妮妮嫁给我。如果我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，你别怪我。兰妮，莫哲昨天找我了。你们俩聊什么了？他跟我说，他想娶你，让我帮他劝劝你。爸，我跟他只是好朋友，我们两个不可能有别的发展啊。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，说你的婚事，我不可能做主，得你自己做决定。哎呀，可他说，他为了你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，而且还说，如果我不答应，就让我把这1000万马上还给他。1000万我早就还给他了，而且我跟他说了，这钱我会自己还给林天乐。可是莫哲跟我说，是他亲手把支票给林天乐的。他瞒着我，又去把钱还给林天乐了。应该是这样。他凭什么这么做呀？我完全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孩子，你先别急。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呢，不是想劝你嫁给他。婚姻是个大事儿，这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所以我不可能答应他。哎，爸，你别操心了，我去找他谈。那你一定好好跟他说，好吗？
哲，哎，走，吃饭。干嘛呀？你凭什么去给林天乐还钱？你不告诉我？妮妮，我那是在帮你啊，你总不能让我看着你为了还债去折腾你自己吧？反正我不忍心。我替你还债有错吗？谁让你还了？我都说了我自己会还，我不需要你操这个心。我知道你想靠自己，我也没否认过你有这样的能力吧。我只是不希望你把工作跟债务混淆在一起。梅兰妮，你是一个有天分的设计师，一个设计师应该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创作当中去。你呢？你现在把工作就等于我赚钱还债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毁了你自己的事业？行，先不说这个，还有你干嘛去找我爸说那些话呀？我爸都觉得你是在威胁我们。妮妮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一时冲动，对叔叔说了那些混账的话。我本来只是想让叔叔帮我劝劝你，可是叔叔说这感情的事儿，你自己说了算，我就一时没想通，这叔叔他为什么一点都不肯帮我？可是不管怎么样，对不起。莫哲，我一直以来我都说我们是发小，你是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。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懂我的，也是最了解我的。但是如果我之前对你的依赖会让你产生什么别的误会的话，我今天郑重地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妮妮，我知道这一时半会儿让你接受我很难，我不逼你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你最好的朋友吧。所以我觉得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儿，我都应该站出来去帮你，不让你受委屈。我希望你知道，我做了这么多事儿，当然我做错了，不过我希望你幸福。我就说嘛，莫哲是最好的了。如果以后你有什么时候遇到困难，我也一定第一时间冲到面前来帮助你。我啊，你能帮我什么？妮妮啊，虽然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合不合适，但我觉得有些事儿我应该告诉你。我在帮你去找林天乐还钱的时候，他说了很多侮辱你跟我的话。他说我不可能平白无故拿1000万出来替你还债，他觉得这背后有原因。我跟他解释了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所以你遇到困难我一定会帮你。我不想让你受委屈，所以拿钱给他。而且我跟他说了，这钱不是我送你的，你以后赚了钱会还我的。对。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说？他说梅兰妮跟你靠得那么近，就是因为你莫哲有钱而已。
这么想我。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想你。原来你在他那儿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。他最后还说，这1000万我收下，你去转告梅兰妮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他，叫他好自为之。真的这么说吗？妮妮，你放心，债务的事我全部都解决了。我只是要让你知道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，相信我。妈，先喝碗汤。少宇啊，从来没见你下过厨房，没想到你做的菜还挺香的。我长这么大都没给你做过一顿饭，今天做了几个菜，也许味道一般，但这是我的心意。我希望妈开心。妈当然开心了。以后你还要多给我做几次啊！你做的可比外面任何山珍海味啊都好吃得多。只要你爱吃，以后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给你做。哦，对了，妈，刚才我还订了很多新的虫草，就在后面的柜子里面给你放着，记得按时吃。还有公司上的事儿，以后让下边人去做就好了，让他们帮你分担一点，一个人干太累了。哟，少宇，你这几天是怎么了？怎么替妈想了这么多？没有，心疼你，心疼。从小到大，你为了培养我，花了多少精力，花了多少心思，我都知道。那之前因为依然的事儿呢，我对你态度不好，是我不懂事儿，你要原谅我吗？傻孩子，哪有当妈的跟自己孩子记仇的呀？妈不怪你，能有你这么个懂事的儿子，妈已经很知足了。妈，我有件事儿想问你，但不知道行不行。什么事儿？其实从8年前开始呢，你就一直反对我跟依然在一起，甚至不惜逼走的。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这样做？在今天这种情况下，你能告诉我吗？少宇，妈之所以反对你和依然在一起，因为当年他爸是咱们家生意的竞争对手。我跟他爸爸在商场上有很多的明争暗斗，这些你们都不知道。后来，我联合了几家公司，用了很极端的手段，把他们家的生意彻底给击垮了。所以我一直担心，依然是故意接近你，是替他们家来复仇的。妈不得不替你防着点儿。少宇，妈知道当你那么做，可能伤害了你的感情，但是生意场上本来就是你争我夺，不能有半点怜悯，否则被击垮的可能就是我们。你要明白妈的一片苦心。
明白，现在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，再去追究谁对谁错，没什么太大的意义。只是这样看来，依然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，他没有错，对吗？少宇，很多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其实有件事儿，我应该这回回来就告诉你，但是我没说。你还记得依恋吗？哦，依然的妹妹。那孩子挺可爱的，怎么了？是啊，又可爱又聪明，但她不是依然的妹妹。是我女儿，是你孙女。你说什么？她是你女儿？你当时逼走依然的时候，她已经怀了我的孩子，只是她没有告诉你，只是一个人默默的离开，选择独自抚养她长大。依恋，真的是你女儿，是我的亲孙女儿。妈，你把我养大，知道养一个孩子有多不容易，所以这些年，依然受了多少委屈，受了多少磨难，我想你也应该明白。而且他遭受的这些罪，或多或少都是由我们间接造成的，你说是吗？所以过去这些年，不论依然做了什么，对也好，错也好，这都是过往了。我希望你可以用一种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它。如果时机允许的话，我真的希望你去多和他接触接触，多去了解了解他。你会对他改观的。妈，依然选择为了我生下这个孩子，并把他养大，你觉得他心里还有恨吗？所以，请你相信我，相信这个你儿子曾经很用心爱过的女人，好吗？谢谢妈。你帮我看看，我是不是全做对了？我看看啊，100分。继续把后面的也做了啊。
依然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对，三番五次的拆散你和少宇。昨天少宇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。他都告诉你了？我也是个女人，也是带孩子过来的。我知道，一个女人独自抚养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。这些年，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其实，这些年有依恋陪在我身边，更多的还是快乐。而且我一想到依恋是我跟少宇的孩子，那些苦啊、累啊，真的都不算什么了。我今天看见你和依恋，你们生活在一起，虽然过得并不富裕，但是却很充实，也很温馨。我真的非常感动。都怪我太自私了，一味地要求少宇按照我的意思去做，让你们两个承受了这么多年的痛苦。依然，我希望你能回到少宇的身边，你们两个应该重新在一起。阿姨，谢谢你，终于接纳我们。但是现在少宇已经喜欢上别的女人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他喜欢上别的女人？他绝对不可能。我亲眼看见的，他跟李密在一起了。他不可能和李密在一起。如果真有这事儿，我早该知道。他一定是在演戏给你看。演戏？这里肯定有原因。他现在干嘛还要演戏啊？他没有理由再骗我了。不如我们一起去找他，当面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少宇，少宇，我把依然带来了，你应该再跟他好好谈谈。少宇，依然，你去坐会儿，我上楼看看。好。依然，少宇不见了，他把行李都搬走了。阿姨，这有一封信，会不会是少宇留的？信？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，我有点事儿，要先离开一阵子，不用来找我。我想此时此刻，妈，你一定见过了依然，她是我生命中唯一爱过的女人。我希望你们能够彼此接纳，为了我，把之前的不愉快全部忘掉。还有依恋，依恋非常聪明可爱，
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抚养他，给他快乐和温暖。祝你们永远幸福快乐。我会默默的为你们祈祷。少宇。阿姨，少宇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走了？是啊，我这就去公司找找。好，你快去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好的，等我的消息啊。嗯。没停了，少宇失踪了。好。依然，什么情况？少宇怎么了？他留下一封信就走了，我跟他妈妈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一封信，信上都写什么了？他说他有事要离开一阵子，让我们都不要去找他。但是我感觉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这样，找那谁，那个李密，走。我已经找过了，她根本就不是谭少宇的女朋友。而且上次那回也是因为谭少宇要气我，特意逼他演的一出戏。啊？公司的人都在到处去找，一有消息就会通知我们的。等会儿，有点给我说懵了。这样吧。咱们呀，分头找，先去谭少宇经常会去的地方找，好吧？好，分头找，电话联络。好。点吧。兰妮啊，请爸爸吃饭干嘛这么破费？随便吃点就行了。哎呀，我发奖金了，请老爸吃点好的。你这孩子，别把自己搞得这么累。你看你都瘦了，这样下去身体不行的。啊？爸，我是成年人，不是孩子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我先多接几个案子，然后积累点人脉和经验，到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开工作室了。可是你这个样子，爸爸看着心疼啊。你和天乐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难道就真的这么分开了？爸，今天挺高兴的，咱们能不说这个吗？那你和莫哲两个人的事儿呢？我跟他聊过了，他向我道歉，而且说他那天太冲动，让我一定跟您说一声对不起。爸，其实莫哲这个人也没有那么坏，他就是小孩子脾气，一动起气来说一些气头上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兰妮啊，我觉得你还是离他远点好。这孩子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单纯，真的。行了，我都饿了。好，来吧，点菜，叫服务员。服务员，点菜。妮妮啊，你的创作怎么样了？那个你要喝什么自己弄，我先把这图抄了。我先把这图画完，你要喝什么自己弄啊。哎。妮妮啊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就是赶紧好好工作，把债给还清楚。我说的是感情方面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先不说这个了，还感不感情的，就先这么过吧。
梅兰妮。说。我回去想了很久，我也试图说服我自己忘了你，但我做不到。妮妮，我爱你，你让我来照顾你好吗？墨哲，你别这样，你弄得我真的是……墨哲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你告诉我我哪儿不好？我可以为你改，我真的可以。你哪儿都做得很好，墨哲。可是我只是把你当成哥哥。我到底哪儿比不过林天乐？林天乐他能给你的，我可以给你；他给不了你的，我付出一切代价也可以给你。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墨哲，跟天乐没有关系，就算没有林天乐，我跟你之间，我们两个也是不可能的呀。你就真的对我无动于衷？你是我的家人，家人，家人。对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跟你结婚，这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？冷静一点，妮妮，我爱你，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你干什么？墨哲，你走开！妮妮，妮妮，妮妮，妮妮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妮妮，我们去医院，我们去医院，妮妮。停车！天空很蓝，世界好大，爱是否会悄悄消散？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呗。是否感受到我为爱发狂？坚持多久才能靠岸？林天乐，保持沉默。知道我为你流过多少眼泪，伤伤过多少次心吗？是我唯一有时候我都觉得我特别的恨自己。像一只发了疯扑火的名花有主，坚持着信仰的执着，为你快乐，宁愿束缚自我。也许这样不是彼此想要的结果。为你快乐，宁愿束缚自我。也许我给不起约定好的承诺，至少我还能
我还能祝福你快乐。这么巧？真巧。那么不愿意见我？你不也是吗？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这儿了？最近还好吗？挺好。你头怎么了？我不小心磕了。磕哪儿了？莫哲干的。好点了吗？你都看到了，林天乐竟然打我，我不会放过他。对不起。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，更不用替林天乐说。我已经让律师去准备材料，我让他坐牢，谁也别想救他，你也别想救他。莫哲，你够了，别说了！我要让他坐牢。你在考虑？我让他坐牢！你走吧。莫哲，我是代表林家来跟你道个歉，啊。我知道这件事你挺生气的，天乐这件事做的不对，我批评他了，他也知道错了，所以我今天特意替他跟你道个歉来了。莫哲，大家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，能不能互相忍让一下？把这个事儿就大事化小了。你呢？你开一笔数目，我们给你一笔赔偿金，
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了，行吗？让这件事过去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让林天乐去坐牢。莫哲，你可不行，不能这么做。天乐不能坐牢，林家的企业还等着他呢。他如果坐牢了，公司就没人管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林天乐居然让一个大肚子来给他求情。我对他很失望。不是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要来的。莫哲，你看看有什么办法，咱们能妥善的解决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累了，你们走吧。阿姨，你要干嘛呀？莫哲，你这是一个孕妇，又是你的长辈，你忍心吗？阿姨，你快起来！别管我。莫哲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林天乐吧。天乐真的不能坐牢，我们林家上下700号人都在等着他呢。天乐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我替林家大小跟你道个歉。如果你还不满意，我就一直在这跪着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你起来吧。快起来呀！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一定让林天乐坐牢，这是我跟他的事儿。阿姨，快起来吧，地上凉，您快起来吧。阿姨，莫哲这边死也不松口，一定要让你负刑事责任。很多方法我们都试过了，甚至张阿姨她，我们都想尽办法了，软的硬的都不行。看来她还是不愿意放过你。唉，你说现在的情况真是挺难弄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放弃的，会继续想办法的。你们就别操心我的事儿了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任，照顾好自己，帮我照顾好爸爸跟奶奶。莫哲的脾气我很清楚，一旦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。兰妮，我知道这个挺难的，但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的想想办法去劝劝莫哲，因为他现在最听你的话了。天乐不能坐牢，你说林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这上上下下的都离不开天乐。哎，抛开这些不说，咱们想想天乐，你说他这么年轻，一旦要是进了牢里，他这一辈子就完了。所以咱们真的是想办法要把天乐给救出来，你再好好去劝劝莫哲去。我会尽力去试试的。给你熬了点粥，
还挺香的。那个，你能喂我一下吗？我这不太方便，实在。挺好吃的。墨哲，妮妮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只是想问你，如果现在躺在这儿的不是我，是林天乐，你会怎么想，怎么做？我真的想知道，你到底是心疼我，还是心疼他？为什么你为他做那么多？天乐是因为看到我的伤，所以才误会你的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都应该怪我。墨哲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好朋友的份上，这次就放过天乐吧？如果林天乐是个男人，他就应该承担责任。别再劝我了，这只会让我更愤怒。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除非你嫁给我。我爱你，妮妮，我真的爱你。我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别怕飞得多遥远，把一切留恋停在分别之前。没什么会觉得遗憾，眼泪笑了的瞬间，感谢可以遇见你，才了解怎样感动。回忆就算只有刹那会永恒，因为你永留在我故事中，因为我依然爱你到最终。都这么多天了，少宇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他到底在哪儿啊？阿姨，您先别太着急，我先给您做点吃的，您好歹先吃点儿。我没有胃口。我去开门，快去看看，是不是少宇回来了？阿姨，董事长。张律师，你怎么来了？坐吧。啊，我听说谭总失踪了。是啊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们都已经找了好几天了。我考虑了几天，觉得这件事还是应该跟您说，是有关于谭总的。少宇跟您有联系？没有。不过，他离开公司之前委托我做了一件事情。这是前些天他要我帮他立的遗嘱。遗嘱？他为什么要立遗嘱啊？他说他患了脑癌，
可能时日不多了。脑癌？哎，阿姨，你没事吗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少宇怎么会得了脑癌？他是故意隐瞒大家的。他告诉我，不要跟任何人讲起这件事情。我想，也许是他想要自己一个人承担这种事情，不想为大家替他担心。阿姨，这份遗嘱主要是说，他想要把他的遗产都留给他最心爱的人，依然小姐。除了这份遗嘱，他还让我给他的女儿买了一份终身的保险。那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了？他没有跟我提起这件事，我也在想，为什么他突然一声不吭的就消失了。阿姨，你要坚强点儿。少宇，董事长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公司上下都在帮忙找合同了。